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11日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這回來關心今仔日的新聞重點。哥倫比亞規模7.4大地震，已經900人死亡，有1600棟厝倒去，死傷的人數恐驚會閣增加。7月有中國樹齡船偷渡入台北港，海巡署長會室內承認疏失，列點出講科技執法方面有困難。6月元港的經常性薪水平均甲中位數差1萬，頂半年有7成人薪水是比平均較低，比例是歷來上界懸的。新聞頭期先來看，有民眾佇咧網絡看文章，講7月有中國的樹齡船偷渡入台北港，質疑講風線失靈。海巡署長今仔日會室內承認執行的人員有疏失，不過也表示講目前的科技裝備也無法度做到完全無漏交。原來是立委是認為講，這人員的專業性更較重要，呼籲海巡署趕緊檢討。佇咧外台北港的八里海沙坡頂頭，有民眾佇咧7月底發現這隻中國的樹齡船，而且佇咧社群平台發文，伊甚至閣講伊觀察3天，當中有中國做的金屬油桶、簡體字包裝的衛生紙、3領救生衫等等的物件，就隨報案。除了這支海風扇閣再失去效果，嘛對海巡單位加施壓，要求袂使甲現場的相片傳出去，真不滿。代誌過2禮拜外，海巡署出面會室內調查發現，執勤人員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業規定，有人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張署長對此深感抱歉。海巡在科技裝備尚未進一步到位，尚未導入 AI 辨識小目標切斷，高標準要求將人力效能與雷達敏感度發揮到極致，仍然無法達成零漏接的目標。海巡署強調，會嚴格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也若根據海巡署指出，去年到今發生29件偷渡案，攏總71人，其中當場查到22案，61個人，人員查緝率有85.9%。只是除了去年5月，佇咧桃園觀音海沙埔登陸的芬蘭白仔囝偷渡案，2024年6月嘛發生中國的查甫人駛快艇走入去淡水河。那位就講，即馬海巡閣甲完全無法度掌握的原因，提寫好設備無夠完全，伊感覺真不滿。抓機會就打我們預算，這怎麼會不要用了？現在來講，他們都在用啊。海防太鬆了啦，有跟沒有一樣啊。這個主委只會每天噴口水啦。特別是現在在漢光演習的期間，與其在討論要不要降速，你倒不如說我的旁邊的海防或者空防守好，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偷渡啊，或者是一個單一事件，因為從5年前開始，這樣的現象其實越來越多。我們在國防部其實都有一些鼓勵漁民啊，一般民眾發現異狀或發現解放軍的軍艦通報的獎勵機制。那海巡其實也應該建構。八里海沙埔加台北港離總統府等等政治經濟中心大概敢若22公里。王定宇就提醒，中國利用海浪閘坡一直對咱台灣試探，除了應該進一步強化空中海巡的鑑證力量，人的觀念甲專業性嘛要提升。呼籲有人碰就要趕緊檢討精進。記者綜合報道。規範公務人員出國的時，資通訊設備要安怎管理？司法部7月公布原則，今仔日也開記者會，提醒公務出國就要避免用公共的 WiFi、公共的充電站，若是去高風險地區，就要用臨時的設備甲消耗。治安署也表示，這個治安防護原則，一般的民眾甲企業攏會當參考。今年5月，美國總統川普去拜訪中國。根據外國媒體報道，這期間美方實行所謂封鎖，袂使使用個人手機啊，攏愛用臨時設備，顯示對治安的重視。咱國治安署嘛有定公務出國資通訊設備管理司佇8月11召開記者會，提醒公務出國愛落實治安防護。出國進前除了愛先確備精神防毒軟體，去高風險地區愛用臨時設備甲消耗。出國嘛愛優先使用電信漫遊，禁止使用公共 WiFi 甲充電站等等。國外一律呢就禁止連接不明的 WiFi 哦，一定不要使用公共的充電站哦。那因為有很多的攻擊手法是用所謂的 juice jacking 哦，就是在充電座裡面安裝一些透過充電座來植入惡意軟體到你的手機裡面哦。所以如果要充電，一定要使用自己攜帶的一個通電裝置。
主安署嘛提醒，登來台灣以後，設備攏愛重新掃描海關原廠設定。主安署表示，一般民眾甲企業攏會當參考這個主安防護原則。不過，真濟民眾因為有網絡需求，出國會使用介紹確實的eSIM。主安署建議優先使用國內3大電信業者提供的eSIM，避免使用中港澳品牌提供的eSIM服務。淘寶啦、拼多多啦等等一些大陸的平台，就去採購那邊的eSIM，我想盡量避免。那使用一些是包括歐美等等相關比較知名的大的eSIM的平台，這邊是比較安全。主安署表示，根據主安廠商的研究報告指出，全球智慧型手機用戶2025年受攻擊的狀況是成長29%。後續針對eSIM的部分，嘛甲 NCC 討論出會當信任的參考名單，打算上近1個月內會公布在主安署的網站，讓公務機關甲企業民眾攏會當參考。記者盧尚珠、鄭俊佑台北報道。韓共演習第7天，陸軍航特部601旅佇咧桃園演練直升機野戰加油，出電烏鷹也有阿帕契這掛直升機佇咧戰場前線加油掛彈。另外，閣有國造天宮3型防空飛彈車，頂禮拜是頭一擺出現佇咧台北。8隻天宮飛彈車今仔日機動部署佇咧新北5股河堤公園做首都的防空演練。烏鷹直升機佇咧空中射苦練掛油籠，送去桃園的戰術位置，就趕緊離開。接落來，陸軍航特部601旅空中主力獻身，阿帕契攻擊直升機 OH-580戰超直升機緊急降落，現場演練野戰加油。今年操演強度升級，特別更較困難的狀況加上，直升機必須愛離戰場前線無偌遠的所在，場地空間有限的區域，甲這個武器添一寡油料。阿帕契戰超直升機鬥陣甲飛彈裝起哩，裝地甲火飛彈反制強軍的戰車，加油加了後，直升機趕緊飛去天頂，倒轉去前線作戰。如果共軍登陸的話，或者共軍在海岸線的話，那因為我們的前線的位置跟共軍的位置不但很近，因此如何在很短的時間找到一個臨時勉強可行的地形，迅速完成掛彈增補，對於陸航戰力的維持來講就非常的重要。咱國軍防止強軍空襲首都，加強演練防空飛彈車的機動部署，那軟炸率提懸，嘛增加戰場的存活率。今仔天宮3型飛彈車11嘛佇咧新北河堤公園現身，引起關注。國造的天宮3型防空飛彈，在今年的漢光演習上禮拜首度現身台北市後，公司新聞獨家直擊。本週天宮機動部署到新北五股，共有多達8輛的飛彈車移動到戰術位置，扛起大台北地區的防空重任。這樣子的做法就可以分散它的火力發射單元，還有雷達偵測單元以及這個指揮管制單元。那這樣子可以形成更綿密的一個火網。戰前階段，國軍戰甲車恐驚會啟用攻擊，機動保修小組接到分百架車趕緊升燈，半暝啊，趕去高雄地區，利用燒震的浪棒趕緊搶修。宜蘭地區嘛無記強軍登陸，分百架車意外發生故障，部隊緊急調派救濟車來到3天，含2點鐘內恢復分百架車的戰力。另外，國軍針對部隊若出現真濟受傷的人，演練受傷了後送去收容點集中照顧。面對醫療已經飽電的時，可見部隊敢有應變的能力。外國媒體嘛真關心這擺漢共演習，警告講新竹空軍基地離中國敢若144公里，恐驚會叫強軍看作是早早就要用予火化的軍事基地，佇咧24點鐘內就會失去作戰的能力。不過個空軍嘛有對策，今年演練跑道搶修，維持反商戰機的作戰能力。記者綜合報道。監察院目前無監察委員，立法院今日審查人選，院長的被提名人醫生陳永興立場是較偏獨立。這就引起國民黨的立委質疑，但永興是表示講，若是伊進入監察院，是會行用這憲法來行使職權，維護憲政體制，也毋望講會當推動監察院改革。監察院第六屆監察委員就任了後，即馬就無監察委員啊！按立法院11來審查總統賴清德提名第7屆監察委員的人選，其中院長被提名人受獨派色彩醫師陳永興，互立委質疑伊的意識形態，講若是就任敢會效忠中華民國憲法。我只有中華民國的身份證，所以對於中華民國，我很贊同現在賴總統說的，
中華民國跟台灣已經融合了。你應該是一個堅定的台獨信仰者，而怎麼為了今天這個監察院院長的這個職位，然後就可以從台獨派華麗轉身成為中華民國派？我想我看起來您不是具有多重人格，要不然就是說可能為了這些名利哦，你可以就是拋棄你過去長久以來的一些信仰。我從來不追求個人的名利。賴總統中華民國要請我接受的時候，他也告訴我可能不會被通過。那你可能是為這個犧牲。我覺得如果要為了台灣人民奉獻，我願意。但因香港大總統捌甲伊講過，即屆提名通過的機會無大，啊，毋過伊希望伫咧也無推動修憲甲監察院廢除進程，會當全力來推動監察院的6大改革方向，主動接納監察院的運作，接受社會監督。廢除監察院，我並不反對了，但是就像林委員剛剛講的哈，如果沒有具體的修憲方案的內容哈，只是一句話說廢監察院，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如果說他把它凍結了哈，甚至讓他癱瘓，把它癱瘓了，這個不對。調查官或者調查人員的那個素質哈，跟人力要提升。記者綜合報道。在地消息來看，家己一個姓陳的查甫人，因為朋友無願意借錢給伊，伊竟然是連續2屆偷走入去朋友因家的工廠來放火。這警方已經佇咧當場抓到人，認為講伊有可能會佫犯案，已經解緝啊。一個查甫人初五暗時要10點的時陣，偷偷走入去朋友的工廠內底放火燒人的辦公室。消防人員接到通知了後，聯名趕到現場將火勢控制。唔知影是毋是認為放火無成功，伊初7再走來到這個工廠放第2擺火，原因竟然只是朋友要借錢給伊。5號辦公室點3點，外口先點倒起來，佫裡邊內底點5點啊，5個點讓你燒。7號點外口，因為7號我大門還沒關，所以警報沒有響，但是火災響警報。代志發生佇嘉義縣太保市一個5金家工廠，嫌犯是一個姓陳的查甫，因為要做生意，向經營這間工廠的朋友借錢互拒絕，伊心內無歡喜，才連續2屆走來工廠放火。小連續的火警，警方介入調查，佫成立專案小組，聯名將人抓起來。鎖定陳姓男子涉嫌重大。經報請檢察官指揮，於8月8日在陳賢住處將其拘捕到案。工廠外口，員工等咧整理將燒過物件處理掉，伊嘛愛整理互火燒過辦公室。2擺火災因為攏有一時拍花，所以無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警方將嫌犯以違反公共危險罪嫌移送家己地檢署偵辦。考慮到連續放火的行為對公共安全的影響較大，地方法院嘛裁准收押。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刑事局調查詐騙案，說是查出案外案。一個牽涉詐騙案的細心的嫌犯，佫佇咧引導分贓毒品。警方去敲，佫敲到一粒炸彈。警方猛過樹林，查到這提供原料的2個幫派分子，3個人攏去互檢方起訴。警方來到細心的嫌犯佇雲林島內徛街敲找，本地要查的是詐騙案，結果發現案外案。在現場敲到未少未輸伊托比紙毒品原料甲分贓工具，另外佫敲到一個土炸彈，現場警員嘛帶一條。現場查扣電子煙主機、煙彈底座空殼、電磁爐、溫度計等加工設備及多瓶不明液體。經送驗後，其中2瓶液體檢出毒品依托米酯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1個及毒品凱達命1包等證物，並將審嫌移送雲林地檢署偵辦。3、2、1。警方買手嘛引爆土炸彈，不過細心的嫌犯對炸彈的來源交代袂清，敢若講是其他人寄伊遐。警方擱再深入追查，查到這個細心的毒品的頂油是桃園的幫派分子細區甲細吳的嫌犯。台司機一到，大批警力前往桃園平鎮嫌犯的徛街破門抓人。前往桃園市平鎮區與楊梅區等地之幫派據點執行查緝，並將邱顯等2人拘提到案。警方表示，細心的嫌犯將徛街當作毒品分贓場，細區的甲細吳的供應以毒品原料，目前3人攏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等的罪嫌提公訴，嘛會繼續查緝更較頂油的毒品來源。記者綜合報道。彰化分園初到下晡，有一個姓吳的查甫人，賽車經過將南路二段，說是去連續弄到2台停佇咧路邊的車。警方驗出這駕駛是其他名陽性，又閣是食毒賽車造成的車禍。
一台紅色的轎車經過西真鄉，結果失控啟動到停佇路邊的車輛。代志就發生佇初九下晡，彰化縣分園鄉中南路二段，肇事車輛的車頭弄甲密密麻麻，車路嘛攏是汽車的零件殘骸。我當下都攏要哪拖車已經上咧拖車頂啊，攏兩台，無人啊，啥曬迄人有送病。附近民眾聽到車禍的聲音，趕緊走出來看是啥物情形，隨報警處理。警消接到報案，趕到現場，發現肇事的是一位姓吳90年厝的查甫，人意識清楚，但是身軀有袂少刺傷。進行毒品採拿快篩，發現有其他名毒品的陽性反應。救護人員到達現場過後呢，患者已經自行脫困了。那經現場人員檢傷過後呢，只發現頭部有擦傷及身體多處擦傷。擬因操作不當失控，擦撞路旁停放2部自小客車，導致駕駛受傷送醫。經警方對肇事駕駛實施酒測，酒值為0，另實施毒品唾液快篩，結果毒品呈陽性反應。警方表示，這站車禍除了肇事的駕駛以外，並無其他人員受傷。專案嘛依照刑法185條之3，食毒品致使袂當安全駛車罪，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記者楊淑晴彰化報道。台南新市有這駕駛駛車所向陽性發作，規隻車無減速搶紅燈，佮弄去並交道頭前的紅門塗條，這轟一聲真大聲，附近的居民攏喘一個。另外，佇咧永康是有一隻車半暝啊，煞停佇咧路中，駕駛攏無反應。警方就把這窗仔門弄互破，發現講駕駛食酒駛車。轟一聲足大聲，迄陣汽車駕駛咧停青紅燈，民眾看到頭前一台轎車無減速，直接弄紅燈，就尾去弄去並交道頭前的紅門塗條。這件事件就發生咧台南新市的中正路和仁愛街口，車禍弄甲真大聲，互附近攏喘甲半死。警消到場發現車內48歲查甫駕駛和7歲的查某囡仔受傷，囡仔的阿媽棍拿槍互安全帶吹着傷，送醫急救。原來駕駛咧賽車向陽行，致使車失控。像爆炸聲吧，我兒子是這樣形容的。很大聲。對。有嚇一大跳嗎？有啊，我兒子就說：“媽媽，看他大聲。”我們舉獲報後，立即調派警力前往交通疏導及事故處理，並迅速於晚間8點排除事故車輛，恢復交通，未影響交通班次。詳細肇事責任尚在釐清當中。另外一件是佇永康，咧半暝車路頂懸有一台轎車停咧中央，攏無駛叮當。警方趕到路口，就算大力弄窗仔門，喊甲真大聲，駕駛攏無反應，考量安全，警方尾仔用棍仔甲窗仔弄互破，車門拍開，煞規車頂攏酒味，專案以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發現駕駛人及車內散發明顯酒味，經實施酒精測試，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值。現場予以逮捕。賽車安全和性命是有關係的，若出代志就會真嚴重。台南市警察局提醒用路人，車輛經過交通路口愛減速，嘛愛隨時注意車頭前和自身健康的狀況，較袂害家己，嘛害別人。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豐台北海豬已經離開，不過家人講說是因為拄到8樓殘留河的海水倒擊，廟口愛四路站又閣淹水，公務處是趕緊派抽水機來抽水。初十暗時受到年度天文大樓的影響，家人市愛3路甲愛4路廟口周邊等地勢較低的所在，包括林1路、愛5路、愛6路等路段，因為材料河水位漲懸，發生海水倒擊，部分路段甲頂仔卡積水，擺檔的金門內只通提早收檔。滿潮這樣淹了，東西會濕掉了，怎麼做？這裡就放着，給它推攤出來。現在是大滿潮，它大滿潮的話呢？水多出去，它就倒灌回來。倒灌回來。對，所以抽不了。市長謝國良趕赴現場了解狀況，指示公務處加調抽水機。公務處長簡業德表示，暗時9點拄好是年度大樓上懸水位的時陣，1點鐘後已經陸續提起啊。除了固定式的抽水機，也出動一台大型會當刷叮當的抽水機來協助。因為這一次的年度大潮，我們另外放了5台總共放了5台抽水機在現場。針對愛四路這一排，我們也有跟大家說，希望大家以後強制要裝這個防水擋板，這一點我們會來宣導。
因為暫時進前攏也閣是天文大樓的時期，市政府也會建立電樓警報的機制。未來只要拄到大樓也是電樓，就算無風無搖，嘛會提早發布警示。另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也頭一擺針對這個區域發布大調水過境的簡訊，提醒民眾甲店頭愛加強防範。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消息來看，美洲國家哥倫比亞發生規模7.4個大地震，上無是已經有132人死亡，570人受傷，當地大約是有1600棟厝崩起倒去。目前也有真儕人掉佇咧土角下骹去互地調咧，死傷的人數恐驚會閣增加。總統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大樓因為海甲小大力全崩去，四界攏是營野，民眾驚甲四界走。哥倫比亞西部佇當地時間8月70透早發生規模7.4個大地震，真儕人猶閣咧困，就互海甲精神趕緊走出來外口。Estábamos acostados y comenzaron a moverse las puertas y eso es un indicio de que el quicio de las puertas comienza a pendular y inmediatamente。這個地震是哥倫比亞21世紀以來上大的地震，震央佇個西部教科省。路透社分析，震央是佇個內陸土巴坎兩個河谷附近，所以破壞力變較真大。目前全國有1600棟厝受損，尚無61棟全壊去。第三大城卡利甲佩雷拉等城市災情嚴重，救援人員甲志工搶時間，繼續佇個土石堆當中咧挖，希望會當救到受困的民眾。En este edificio hay gente. Como 4 personas atrapadas. Ya trajeron a una, van a traer a otra y también vamos a traer a otra niña. 災情直直咧擴大，死傷人數繼續咧增加。拄宣誓就職無偌久的哥倫比亞總統艾斯普雷亞面對嚴重的考驗，依序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而且暫停所有的行程，親身去到首都波哥大的國家災害應變中心指揮調度的工作。para proteger la vida, atender a las comunidades afectadas y llevar ayuda a cada territorio que se necesite. 這場地震在附近的委內瑞拉、厄瓜多甲巴拿馬攏會當感受到。聯合國表示，當咧密切關注災情的發展，而且煩惱偏鄉地區通訊斷去，會互傷亡的狀況真歹掌握。目前已經隨時派兵提供領導援助，協助哥倫比亞度過這場世紀災難。公視新聞鄭偉玲、吳義聰編譯。南韓政府今年6月宣布推出5760億美金，好代表18條外半導體基金。一個國家半導體產業園區，其中一個基地是佇咧西南部光州的空軍基地。南韓的總統李在明當時表示講，希望國防部會當佇咧2028年中進前，甲空軍基地刷走。南韓並國家資料推動晶片甲半導體等等的高科技園區，6月就宣布這項總價值超過5760億美金的計劃，其中一個國家半導體產業園區就選在西南部光州市的一位空軍基地。 광주 군공항 부지를 반도체 클러스터로 지정하기로 했습니다. 그리고 국방부는 28년 중순까지 광주 기지 기능을 다른 군공항으로 임시 배치해서 광주 군공항 부지가 반도체 산업단지로 조기에 활용될 수 있도록 조치해주면 좋겠습니다. 根據韓國宣傳部報道，南韓總統李在明昨早佇青瓦台會議頂頭呼籲，政府各部門愛拼速度，要含台積電佇日本成本起晶片工廠變緊，蘇東市為開工到完工，敢若開22個月。 這個佔830萬公尺四方的光州空軍基地，因為交通利便、土地平坦，基礎建設嘛在頂個月就調選。不過，這是韓美5個共用作戰基地之一，任何清算的計劃攏愛韓美軍協調。另外，光州空軍基地閣和民用機場走共一個跑道，當地嘛要佇10月為這個計劃舉行電風公道。 그리고 임시 배치 이전이라도 군공항 인근의 부지에 산단이 조기 착공할 수 있도록 최선을 다해주기 바랍니다. 물론 전력 용수 공급 계획도 차질 없이 준비해야 됩니다. 南韓另外 AI 算力需求大大增加，各國政府甲企業嘛隨的分化資料中心。回答昨早宣布，已經和貝萊德、高盛等等6間大型金融機構合作，會推出運算用資平台，為 AI 基礎建設摳超過5000億美金的第三方資金。回答執行長吳玲芬表示，這個平台會提供客戶一個成人的利率，成一個大規模的專用資金池。公視新聞王如梅編譯。 芬蘭甲瑞典的下境客運火車是已經停駛要40天，這陣又閣重新通車。頭班車是對芬蘭的奧魯出發，到瑞典的哈帕蘭達。
這條新路線唔但是方便兩國的交通，旅客可會當繼續搬車去到其他歐洲國家。70透早，芬蘭國家鐵路 VI 列車佇奧魯車頭停靠乘客，準備開往瑞典的哈帕蘭達。這條路線佇個暫停要40天了後，頭擺重新開通，乘客嘛佇個出發進前把握機會翕相做紀念。Historiallinen asia, että se on nyt tämmöisessä toki hieman vaatimattomassa muodossa vain vuoroparilla saatu takaisin, mutta haluan olla sitä todistamassa. 保證這條火車路線，逐工雙向各開兩班，佇芬蘭奧魯甲瑞典哈帕蘭達之間來回，車程大約100分鐘。火車沿路駛芬蘭西海岸，對奧魯出發，沿路停靠3個芬蘭的境內車站，了後佫下過瑞典的國界，來到終點哈帕蘭達。芬蘭交通部長雷納佇托爾尼奧站上車，見證這項讓要40天的跨境鐵路服務的歷史時刻。Now that we have this land connec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it's about security, it's about the future, it's about economy, it's about our future in the big picture. 這條路線在1988年捌停駛，原因包括乘客人數無夠，以及芬蘭的軌道跨度甲歐洲標準無同，乘客愛佇哈帕蘭達轉車，才會當繼續南下的車程。跨境鐵路重新啟動，除了恢復芬蘭甲瑞典北部的交通往來，乘客嘛會當轉坐其他的列車，西前往挪威，南經由斯德哥爾摩一路探到葡萄牙。No reopening, yeah, after almost 40 years. So in that sense, I think it's pretty important, and it's a signal that we want to be connected to Europe. 列車駛到終點站哈帕蘭達，受到大批民眾熱情，以芬蘭甲瑞典的國旗來迎接。對芬蘭來講，這座跨境的列車嘛，向定芬蘭重新拍通通歐洲的陸地路線大門。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轉來看台北市長的選戰，民進黨的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陽提出5項政見，當中是包含共享機車，賣當用 T-Pass 月票，捷運站要起換衫洗身軀的設備。也若是台北市長蔣萬安是主心佇咧推動都更，今仔日早起出席簽約典禮，見證頭一件公辦都更成功照相。請兩位長官簽署合約。台北市長蔣萬安親身出席信義區好林街60項公辦都更案簽約典禮，嘛是都更8件頭一件北市公辦都更7599專案計劃公告了後，頭一個成功照相的案件。公辦都更，我們推動都更8件，所以過去這3年多，我們平均每一年都更報告案件都是上任前8年平均的2.4倍。而且我們包括像今天公辦都更的完成簽約，我們包括之前的斯文里2期等等，包括南機場3期、4期等，都已經完成招商完成簽約。台北市府拼公辦都更，希望當趕緊協助老舊社區更新重建。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陽嘛甲政策拋出來，爭取支持。5大政見包括主機、交通、幼囡仔、長照等等。較特殊的包含 T-Pass 納入共享機車，捷運站嘛提供換衫洗身軀的設備。我們在捷運站，我們在登山口，我們在公園，就能夠寄物，能夠換裝，能夠盥洗，我們就可以讓運動加入到每個人回家的那條路上。我們也要推出第2種 T-Pass。簡單來講，原本的 T-Pass 之外，還有一個是加入共享電動機車的 T-Pass。這樣我們就可以讓所有我們的交通路網的最後一里路建立起來。沈碧陽嘛強調，台北市有8萬多棟30年以上無電梯的老公寓，因為申請的程序是傷過複雜，和過去3檔申請的案件數量無到1/1000，希望甲中央會當鬥陣合作，積極推動老體延壽計劃，成立行動服務團去主體服務，而且閣用健身世代巴士、敬老卡、升級等等的措施，配合親子同行卡，讓時代會當有動機出門，有人陪伴。記者綜合報道。落南來看桃園，捷運綠線北段坑口站到藝文特區站，計共有7站，按算是要拼佇咧今年底通車。不過，清潔總署即陣說是講，這機電系統的通報工程文件審查的速度傷過慢，可能會影響到通車，要求捷運工程局要趕緊改善。桃園捷運綠線北段對坑口站到藝文特區站，總共7站已經進入通車上尾的階段，要拼115年底通車。不少民眾攏真期待，住佇坑口站附近的葛納里居民講，捷運若開通了後，要去倒攏方便，袂閣塞車。當然嘛期待。安怎講？方便啊！
要去桃園坐車方便啊，要去機場出國方便啊。綠捷吼，當然嘛會促進阮遮的經濟的成長啦。哦，要去大龍國足方便的，要去中壢啦，要去桃園啦，阮會用免坐免騎多擺啊。可以節省多少時間？我們要到桃園的話，沒有，現在的話又容易塞車，啊，你要上下班的時陣話會塞得很嚴重。啊，那講話，有綠色捷運的話，它至少會節省30分鐘。目前捷運工程進入系統測試關鍵的階段，不過審計處114年度桃園市總決算審核報告顯示，捷運工程局辦理綠線 GNCOP 一標機電系統通報工程的時，出現文件審查進度延前，要求捷運工程局改善。機電審查是行政作業程序，與現場機電設施的測試以及施工呢，分屬兩個不同的層面。那桃園捷運綠線呢，目前呢測試順利。車輛已經進入全自動無人駕駛的階段。針對審計處指出捷運綠線機電文件審查延前的代誌，捷運工程局表示，迄是一個誤會。目前已經順利完成全自動無人駕駛主線動態階段性的測試，嘛講會配合現場進度完成機電的審查，袂影響115年綠線通車的目標。記者綜合報道。台灣郵政產業工會甲台灣鐵路產業工會再去交通部抗議。因是批評講人力無夠，公司內部溝通也有基站管理的問題。因要求交通局就要趕緊思考看要安怎改善。交通部管理失職，交通部管理失職。送陳金批代替產業工會甲台灣郵政產業工會向大股東交通部表達骹手無夠，也有公司管理有問題。在中華郵政的 A7 郵政智慧物流園區工作的第一線人員，佮講 A7 在咧營運進程，這機器的良率無好，基站的主管煞甲頂管隱瞞。主管為了掩飾他們的無能，為了掩飾機器的問題，強迫勞工在週末出來加班。沒有錯，你們沒聽錯，他就是強迫我們加班，用更多的人力去硬扛，來幫無能的管理階級擦屁股。代替產業工會嘛用實際例來質疑，並化了後內部的資訊的團，也有頂管甲下骹的溝通有問題。我們最近列車長要有新式的9測機器上路，結果所有的車長是到了現場才看到的，所以這表示說，這個整個交通部或是公司，從大的政策到非常細微小的變動，其實員工都是到了現場才發現，員工都是最後一刻才知道。交通部派2位科長來接受訂正，2個人都表示講會在確認訴求了後回復2個工會。我們還要再做研議相關的法令。對，回去我們會檢視你們的訴求，然後依照相關規定來回復。 2個工會一度質疑交通部無法度派出會當直接來回應，去較關層級的官員來接受訂正。不過嘛是希望交通部會當聽得到因的聲音，解決2間公司基站管理的問題。記者綜合報道。主計總處公布上新的統計，6月員工的經常性薪水是平均4萬9，不過中位數是敢若3萬9，相差1萬塊。這就代表講平均的薪水是去互高薪的人誘起的，多數的人並無達到迄個數字。 今年頂半年是有7成的人薪水是比平均較低，這個比例是有史以來上界懸的。主計總處7月公布上新的薪資統計，結果顯示，6月份全體工程的員工經常性的薪資平均數達到49343塊，年增3.18%。另外，經常性的薪資中位數是39453塊，這中間的爭差超1萬塊左右。沒有。怎麼說？因為。 比如說，當服務生，我們最高也領到3萬6左右。民生消費太高，物價都什麼都飆漲，然後給的薪資幾乎都是月光族了。另外來看，頂半年1月到6月全體工程的員工，薪資的平均數是48981塊，創下6年來新高。不過上時比平均數更較低的員工比例是達到70.03%，創下新高。也就是講，有7成去用請的人薪資攏無達到平均數。主計總處解說，因為外籍移工也有部分公司的員工的人數快速來增加，所以比平均薪資更較低比率受提懸。1、2年來，我們的外籍移工在台的外籍移工人數確實有很明顯在增加，因為最近缺工很嚴重，所以現在勞動部的政策比較朝向說，在這個數量上面來講，它就會比較鬆綁，他們大概就拿最低工資，所以它這個人數的增加，確實會使得低於平均薪資的這個人數的比例會增加。學者講，本國籍專職的收入者
比平均薪資佫較低比例受減少。連同主管單位的看法，毋過嘛點出6月份平均薪資甲中位數的爭差，確實顯示產業薪水的爭差是愈來愈大，也佫有企業內底少數人薪水的爭差愈有愈大的現象。記者綜合報道。立興基金會公布一份統計，因發現講55%受到家庭暴力的婦女，收入是比平均的薪水佫較低，而且有65%佫平均有1.8個囡仔愛飼。民間團體就望講政府，互即寡婦女甲囡仔有一個當真安心大個的所在，托育制度也愛佫較完善，媽媽才會當安心去上班。那個時候我要找合適的房子，至少租金是1萬多以上，1萬至2萬以上。那如果以我一個那個時候剛離開家裡沒有工作的人，那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吃力的事情，甚至我還要照顧孩子學費，還有他的那些保姆費還是什麼的。小薇咧勇氣離開暴力的環境了後，一個人帶囡仔找厝、找頭路，拄着真濟困難。立興基金會有針對受到暴力對待的婦女做細處需求的調查，發現受訪者平均一個月收入大約2萬7。有65%愛飼1.8個囡仔，甚至有60%的受訪者有擔當的債務，有60%都有負債的議題。那每人平均大概負債42.2萬，那100塊的收入，它大概會有35塊是要用在租金上面。那這個部分相較於我們一般的民眾27%，事實上是相對高非常的多。基金會也指出，根據內政部114年的統計，家暴受害者佔社會主體的比例僅那0.5%，申請租金補貼比例也只1.1%。但是受暴婦女有租厝、找頭路、照顧囡仔，這三種壓力加做伙，生活真辛苦。基金會甲民團呼籲政府袂當互弱勢的人佮互相競爭，要繼續增加社會主體，嘛要建立齊全的托育制度。很多婦女都會分享，如果有一個安定的居住空間的時候，心就會比較安。所以其實是很需要這樣的居住資源的釋出。然後如果政府有社會住宅的興建，其實可以更穩定，我們的服務對象可以有穩定的居住跟他的長期的生活的規劃。基金會講，根據大的研究，婦女受到暴力，平均要過4.2冬才敢找人鬥3工，然後平均閣要過4冬創傷才會豆豆啊恢復，是一條真長的路。呼籲政府要有齊全的制度甲政策，協助受暴婦女重新站起。記者顧玉琪、林秀凱台北報道。創世基金會目前佇咧嘉義照顧2388位食物人，甲重度失智的時代。不過，當地的安養院床位無夠，欠照護資源，基金會就甲企業合作推出公益兒童局募資金。基金會表示，民眾買一張票，就會當支持嘉義去食物人新院，用看戲的方式做公益。我知道我的夢想是什麼了。是什麼？我要去布萊梅小鎮唱歌跳舞給大家聽。舞台頂4隻動物角色互相鬥相共，這是如果劇團的精彩演出。這出戲是布萊梅樂隊改編自格林童話，講4個互人放飼動物互相鬥相共，走出困境的故事。創世基金會講，家己有2388個食物人，甲嚴重失智的時代。不過當地安養院的床位無夠，真欠缺照護的資源，所以因這擺甲企業合作推出公益兒童局，希望會當募集去新院的資金。其實我們的嘉義創世的嘉義，現在的現址其實有一個舊院，它其實在民國91年就成立了，但是呢，它只有22床，那常年滿床，所以我們才在這幾年積極籌建我們的新院。那我們的新院呢，預計可以服務90床。可以幫助90床的一個弱勢的一個家庭。創世基金會已經成立40冬，長期透過安養院甲專業照護，減輕食物人家庭的負擔。這擺加入公益合作的企業代表表示，希望落實企業的責任，減輕食物人家庭的負擔。我們也希望能夠盡我們一些企業責任，來為社會盡一份心力。那創世基金會呢，它是長期在關懷的一些植物人跟弱勢的家庭。那我們覺得是植物人的照顧，它是本來就希望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基金會講，這擺公益兒童局9月18會佇台北市新竹劇場演出，民眾會當買票支持基金會佇嘉義區食物人新院，用看戲的方式做公益，幫助食物人家庭。記者郭正王志剛台北報道。國家海洋研究院是要做海洋基礎資料的調查船，經過2年，今仔日用畫家陳定波的名來甲2隻船號名，也舉辦落水典禮。
總統賴清德強調講，未來這兩隻船會當用來加強咱海峽環境的調查，是海洋政策的重要基礎。現在，我正式命你的名為陳波101。就用維加丹丁坡的名，總統賴清德為台灣頭一批國造的海洋基礎資料調查船正式號名做丁坡101甲102。這兩隻分別是100噸甲300噸級的船艦，未來將會擔起咱國的各項海洋調查研究任務，豐富海域的基礎資料，提供政策制定的參考。除了各式各樣剛剛大家看到的這些儀器設備之外，在船上還設有各種的實驗室跟儀控室，能夠提供樣本收納跟研究環境，可以在海上就及時的分析、處理、計算跟保存。國家海洋研究院執行的海調船起造計劃，經過6屆流標，這兩隻船買手是台船標照，用2年的時間才完工。總統賴清德強調，面對中國在咱台灣海峽各種侵門大戶的行為，咱的研發海洋將壓抑強化咱的實力，才有法度對抗威脅，保護國家。持續提升台灣的海洋治理以及災害應變的能力，特別是近年來，中國透過科研船、海警船以及認知作戰，進行各種灰色地帶侵擾，影響區域和平穩定，再提醒我們，唯有更完整掌握自身海域環境，才能夠維護國家安全。這個海調船計劃攏總要做3隻船，現在丁坡101、102已經正式號名，按算明年第2季交船。上大隻4000噸海調船是新加坡的公司標照，按算明年開工。海委會表示，未來調查船隊會愈來愈完善，一步步建立咱國對近環高遠遊的海洋調查能力。記者柯嘉珠、柯兆雄、高雄場報道。為着發展無人機產業，經濟部、教育部甲河北科大合作，把已經停辦的環球科大校地摕來做 AI 無人載具研發研究基地。未來目標是要甲伊遮起做無人機產業新創園區。為了要甲無人機甲 AI 整合，經濟部甲教育部最近佇河北科技大學舉辦專班，希望透過450點鐘，分做初階、中階甲進階的專業課程，加入產學綜合，用人工智慧、無人載具甲智慧製造等領域的課程，來培育更較儕少年人進入業界。希望他們能夠願意來反覆的驗證，然後讓這個我們的無人機的這個產品能夠成為一個非常可靠的一個可以銷售的產品。還希望透過課程、透過實作、透過企業參訪、透過企業實習，最後一個階段會幫各位媒合工作，使各位真正有機會進入無人機的產業。河北科大表示，這屆人才培育專班敢若收20個學員，佮14間企業合作，提供實習的職缺，佮透過地方面代爭取串聯政府的政策、產業的需求等，為了要將原本環球科大的校地轉型打造一個無人機新創的人才培育基地。跟教育部、跟經濟部做這樣的溝通協調，讓環球科大這個校地再利用。所以未來它會是一個 AI 無人載具的更極具重要的一個研發的這個測試的一個基地。中央為着要協助雲林發展無人機的產業，會繼續推動 AI 無人機產業園區，打造完整的研發、測試、驗證甲人才培育的基地，讓雲林的少年人唔免離開故鄉，就會當佇在地投入高科技的產業，發展家己的事業。記者綜合報道。食用油驗出致癌的物質，引起眾人驚嚇。花蓮縣府宣布全國走大省，補助農民課題油的檢驗費用9成，上濟補助6000。若是參加課題季的兵鑑得獎，這檢驗的費用就由縣府全部攏出。農民足辛苦的，佇咧山坡地採收課題油脂，這油脂佫要先浸過、洗過、拍糊焦、加污水、熱處理等等複雜的程序，才會當壓榨，最後放入過濾，才會當倒入去乾仔。苦柴油的價格它其實一直居高不下，最主要的問題的話是它的人工成本，所以消費者其實也是可以透過價格的方式去知道這個苦柴油的好壞或者是真假。大概250ml我是賣600元，就是1cc的話是2.4塊。如果有什麼3比1000啊那種？
其實那個消費者就要自己有所顧慮了。花蓮縣靠地油種植區域大概276公頃，是全台灣上大的產區。不過最近靠地油的代誌，雖然也未互驗出有致癌物，不過縣內油農也個業者攏感覺壓力真大。為着因應市場的衝擊，也個有強化食品安全，花蓮縣府決定在全國拼大聲，要先補助靠地油啊甲紙的檢驗費。大果子、小果子、苦茶油可各申請一次苯便比的自主檢驗的補助。那每次補助檢驗費的90%，最高是6000元哦。那參加我們花蓮縣油茶籽評鑑獲獎者，檢驗費用是由我們縣府全額來補助，每次最高補助7000元哦。那自主檢驗未符合規定者，那該批產品就不得上市來銷售。縣府強調，補助的對象包括花蓮縣實際生產靠地油的農民、依法設立的產銷班、農民團體，也個有農企業，而且有領到履歷驗證、產銷驗證，或者是農產品生產追溯條碼3個其中一個，補助申請到8月14日，鼓勵相關的農友啊個業者會當主動申請檢驗，保障消費者食食的安全。記者綜合報道。日本的行動美術家沼手如太是來台灣環島表演，最近人佇咧南投，伊是望講，互台灣囡仔會當欣賞到日本報之谷這款講故事的方式。拜二早起一部里有一場特別的演出，來自日本的木拉扎樂團操作木諾西巴講故事給在地人聽。因為小時候都在那個漫畫跟動畫裡面看到這種卡米西巴，所以第一次看到真的演出很開心。然後也希望他接下來的旅行能順利。很有趣，希望下次可以再看到。一開始就是講日語，我看不懂，之後後面有翻譯，我就看得懂。想要表達說，朋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然後還有你在找一個東西的時候，不要放棄，堅持下去。木諾西巴是一種用手工做的布，呈現故事劇場，結合現代和傳統日本街頭講唱藝術。日本木諾西巴的表演家木馬拉和尚，這擺來台灣進行3個月台日國際文化的交流。1月2前，對家人開始騎腳車環島，一路落南，望沿路表演給幼稚園的囡仔來看。伊講有這個想法是因為疫情期間兩國互相幫助，伊嘛感謝規路該幫贊的台灣人。畫布當中的中文是來交埔里，由朋友鬥相共加起來的，希望方便在地人理解故事的內容。言葉が分からなくてもみんな見てくれます。台灣で紙芝居を楽しんでもらいたくて。こういうものを持ってきました。努馬拉瓦桑講，伊一台灣的環島旅行，佫剩2個月，伊希望會當去佫較濟幼稚園來演出，刷落去會落南去台南高雄，嘛希望有興趣的幼稚園會當通伊聯絡，伊希望會當透過表演，把兩國的交情傳達出去。記者安修南投報道。地方較大間的廟，一般是有得甲人淨車，望講新車會當順時。因為屏東東港的東龍宮，即陣說是有2隻快艇，尊主是望佇咧舊曆7月進前，趕緊來淨船，祈求出入平安。真濟民眾是講頭一個看到淨船，真趣味。互咱落水喎，平安順遂。 2台快艇停佇廟埕，船頭向王爺，班頭提壺仔順船邊行，開始進行淨船儀式。因過大多數的漁船仔落水，是請媽祖上船鎮守。這屆是直接把船仔拖來東龍宮。頭一屆看到有人咧淨船，廟方和民眾感覺趣味，就舉手機仔翕落來。民眾攏表示真正毋捌看過。你捌看過這無？毋捌呢，歹勢。毋捌啦，啊你捌聽過無？毋捌。一般人知影車人來這屆，遊的船車我都毋知。 因為我本身是王爺公啊的虔誠的信徒，伊領王期間我攏佇遐做志工，啊人生好不容易甲買一隻船，啊一定愛經過咱王爺公的加持，假使做遐有香的茶啊。 閣有一條彩帶。原來尊主本身就是王爺的信徒，平常時有佇東龍宮做志工，買這隻船了後，就趕緊拖來淨船，希望出入平安。東港東龍宮算南部大間的廟宇之一，有足儕信徒攏會來參拜。除了民眾的這屆傳統風俗，若買新車，就愛到廟裡淨車，保庇順時。不管是千外萬的跑車，甚至是怪手，攏捌來過。逐個就逐個就攏有。
啦，有也看新車，特別來遮紅呀，來遮學停車，總共會人有時會去佚佗，即7月份會佚佗，所以個定甲鄉會要定真正的安尼。廟方表示，只要有需要的，像囡仔的腳踏車、遊覽車，攏會當來。但是廟方嘛提醒，7月時啊，大部分的新民就會暫停問事這解。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天氣玻璃仔，做伙來看賣。北部地區30度到36度，中部地區30度到35度，南部地區30度到35度，東部地區30度到35度。外島地區29度到32度。做伙來關心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明仔載下晡3點再相會。